你读较歹去吼。你真暗呢？啊，你整暗呢，读较歹去啊。你读较歹哦。伤暗啊，啊。担啊控骨你哦。真暗的。真暗呢。啊，这都明明都滚水啊，什么水倒水。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勇台语》，我是阿勇。今仔日有一个足特别的来宾吼，看到伊你就知伊是啥物人吼，这是陈德胜。大家好，我是陈德胜主持人嘿，大家好，阿勇好。我袂叫你德胜兄，还是阿德，还是阿胜？无你叫我英文名字嘛，袂报。我有英文名。你有英文名？有，我叫本部。本部，所以我叫本部切嘿，德士啊。德甲就是本部嘛。对啊。所以你号做德甲安尼的。嘿，我自细汉就叫本部啊。哦，是啊。嘿嘿。好，安尼叫你本部嘛会使。系。好啊，头起先吼。我来考试啊，因为你要考试哦，唔是来到这还未开讲就要考试啊？对，是你爱互我考试严格呢。是你爱互我考试，唔是我袂互你考试啊。啊，你唔是你要教我考吗？无，是你袂甲我考。我甲你考哦，我要考啥？考你的演过诶等下名吼，啊讲台语吼，我只有写一句吼。哦。所以这我会用台语甲念出来吼，你看敢有影？安尼哦，是安尼哦，家己要讲，家己要来 test 就对啦。对，我还未练习嘛。好无安尼吼。我还未练习，所以我真来要来阿多利步就对啊。就是即兴一个对啊。好，来。好，啊头前些是艋舺吼。好对。艋舺。嘿。啊，过来是大潮亭。嘿，大潮亭。对无？啊，过来是敢是卡诺。卡诺对。卡诺嘿，算日文啦吼，加农啊。哦，加农。伊嘿啊，加农啊。后来搁一个。这个炒菜迄。中坡菜吼。中坡西啊。哦，中坡西，对，中坡西。中坡西哦，对。中坡西。啊，中坡西引起名嘛真趣味。Zone Pro Site 吼。Zone Pro Site， 对，我问你是。这就是音乐啊，啊，这个 Zone Pro Site 是啥意思啊？对啊，这是用音译的，这是这个。直接甲翻过来，但是这英文敢是安尼，毋是吧 ？Zone Process 无啥意思啊，就是干那一个音译尔嘛。对啊，Zone Process。对，我当初其实我有在想讲，这是啥物意思？你知影？但是我看嘛是干那，算讲干那斗字过尔。对，啊，过来，有。这哪是无台语的名哦？迄个阿里夫。哎对，伊就是阿里夫，因为伊是伊的这个原住民的迄个名。叫阿里夫，所以伊写中文就写阿里夫，上大啦，上出名的啦。对，安尼上出名的。敢是啊？敢是，差不多啦。迄个大budget，哦，啊，迄个上尾要安怎讲啊？台语 plus 啊，就是伊迄英文啊。对啊，plus 英文啊 plus 啊，大 plus。对。好啦，大 plus。佫有啥？伊真厉害咧。敢有老？佫一个舞台剧的。哦，舞台剧的。今年4月7号要伫城市舞台搬的。哦，你讲迄个结婚，安那？办桌。哦，办桌，对，结婚办桌。咱要结婚哦，就是要请人客，就是爱办桌。伊的戏的名都结婚。路边迄款哦，办桌。对，路边的围起来大饼啊，有无？迄款好多办桌。就跟即摆食餐厅食饭店的无共款啊。对。大家上网看一下，应该还有一点票的。又有这个台北、台中、高雄，这3位有一个巡回。好，赞，我嘛足期待。其实我已经买票啊。水啦，真正的。你足厉害的，你真正拢会晓读的。我头一摆看到阿勇啊，朋友啊，我头一摆看到阿勇，我感觉做魔幻写实的一个这么外国人的一个面，你知道，就是一个美国人的面，伫我的面头前，大家拢安尼讲啊。但是伊的台语是讲了是真厉害的迄种，就是讲伊。你敢知影？我会讲这是住伫台湾的外国人毋知影台语的重要性，就是安尼。对，是毋是？其实生活当中拢咧讲这个台语啦，很多啦。当然，你咧都市的机会一定是讲。听较袂着啦，对啦，嘛要求有听着啊。所以有人咧讲啊，讲倒不是人咧开讲啊，是讲记者朋友咧甲我访问的时阵，就讲啊，即个大家拢讲台语的，即个行迄20-30年了，无啥人会讲啊，是讲吼，惊消失去啊。我是感觉无遮悲观啊，因为你是都市的人，较无咧讲，嘛较无迄个机会去接触到。但是你若讲出了都市以外吼，其实
台湾佫足侪人佫普遍啊，佫足普遍，有足侪人咧讲好，啊，这等下佫要讨论。先来看迄个拄则有讲到一寡电影，啊，佫有舞台剧。啊，对。因为你是应该算是为舞台剧开始嘛。对。还是后来才开始做迄个电视电影。我是先剧场，先舞台剧开始，啊，才去慢慢接受电视啊，甲电影，就是嘛是因为台语的关系啊。哦，是哦。对啊，因为到尾啊吼，这十几年来吼，就是应该是差不多10外年啊啦。就是拍电影就是戏剧的物件，突然间台语的部分变真济。嘿。啊，伊需要一寡人甲。是真济还是较济？哦，嘛使讲即摆好多真济啊啦。咧比例上啦，就是你做节目也好。啊，所戏剧表演、电影啥拢共款，就是对台语的即个工具的使用。我感觉语言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啦。对啊。啊，当伊要用台语来做戏，甲观众朋友去表达、去传达即个伊心情创作的时阵，有当时伊用中文来写。吼。伊用中文来写，但是你要甲变做台语，要安怎讲会出嘴，会使表演即个代志是有一个美感啊，啊有一个这爱推敲一个，这毋是讲你写中文写出来，你就照迄个中文的字安尼翻落去讲落去演，安尼就可以啦。无有当时无法度，啊有当时台语伊甲中文有倒装有。伊毋是讲直接即个字翻迄个字就讲会过啊，有当时毋是啊。对，本来我嘛想要问即个问题，因为我嘛比如讲顶礼拜我拄好顶礼拜去迄个广播电台啊录一个迄个广播剧。哦，广播剧。嘿，啊，因写的脚本嘛拢是中文。对。啊是有要安怎讲，聊啊南的，就是南一寡中文，南一寡台。自然语啦。自然语也就国语、台语拢有啦，自然语就对啊。对。啊，因其他因为我较袂晓安尼直接即时翻译。哦，了解。足困难的对我来讲。哦是。啊，所以我就建议讲，啊无你爱先甲迄个脚本翻做台语互我看。对，安尼就使啊。啊，因就录音互我听啦。啊，我甲你写出来。啊，迄个我看到其他演员，因拢是看迄个剧本都直接甲讲出来。啊，有诶，我发现到即个问题，就是有诶是直接讲迄个脚本内底一字安尼念做台语，安尼都听起来足奇怪。足奇怪。啊，有诶较可能台语诶基础较好，啊，因就用迄个自然诶方式来甲念。对，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讲有诶，像你拄仔讲诶字，你照伊迄中文安尼写落去念吼，迄演出来这也变好较长辈诶阿公阿嬷啦吼，家就是讲阮爸爸妈妈迄个年纪，伊就看无啊，伊就毋知啊，伊到底在讲啥这样子。所以这个要安怎个，你演戏要怎啊，甲这个中文写的台词讲了自然，甲迄落，这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啊，迄个翻译的过程就是有较生活的感觉的台语，爱落去用。啊，在这个当中呢，你就会使先煞甲你的表演纳入去。因为咱讲话有声调，啊，你翻译有诶物件伊有音调，对。伊比如讲伊诶声音听起来会上扬，啊，也是讲较沉，啊，你就使趁即个时阵，甲你诶表演，也就是讲你表演诶迄个 attitude 啦。所以你是讲你摕台语诶即个调，啊，做你诶。表演的基本的，表情的声音表情的一个基本的模样。敢有法度现场记咧？譬如讲啊，有一个戏剧练习就真出名嘛，真普遍，叫谁在一垒嘛。啊，谁在一垒就是伊就是一个重复一句话，你会使讲100种的感觉，安尼。好，来。比如讲3种就好了。譬如讲。即杯水，即杯水，嘿，即杯水即杯水，即杯水啊，就是，你有一个声音的表情落，但是即杯水伊有一个基本伊几声嘛，比如讲伊即
杯水，一杯水，嘿，你就趁伊的迄个音调，趁一寡表情、感觉入去。后比如讲，这是即杯水可能伊是名词你较歹着，比如讲，目一个年。目一个年，好。哦，目一个年就是时间真紧就过去的，目一个年，吼，目睭年一个，哦，年目的即个时间真短啦，对无？一目年安尼。一目年啊，嘛有人讲一目年啊，嘛有人讲目一个年。目一个年，目一个年吼。哦，目一个年吼。我就感觉讲，哦，伊即个讲出来感觉敢若有较久一点啊，好像有一个体会有影，可能伊。是看是雄雄才发现讲遮久啊，是讲安怎样啊？这目一个呢吼，即就敢若有诶，你听到广播电台广告，伊就会用一寡较戏剧性诶声音诶表情去吹迄个气氛，有就在即个时阵哦，伊就安尼讲啊，有一寡开口入去安尼。啊，这是要安怎学诶？因为感觉若是我讲，我感觉这是听诶，毋是学诶。即伫无形当中，你就有食入去啊！你知影？因为阮细汉的时阵吼，阮细汉的时阵较有迄款广播电台，规个拢讲台语的。啊，佫较早吼，台湾有一个广告的，伫电台广告的，有够出名的啦，就是出名甲变怪就对啊。迄个人叫吴乐天。吴乐天。啊，阮即辈诶，阮超6年级的，吼，应该拢有听过吴乐天。啊，伊阿多利布的，啊，伊就讲聊天顶，甲讲红龟会使直直讲甲千几集去的安尼款，你知道？啊，伊嘛一个人内底演一个，搁演一个连面演甜顶的，连面演红龟的，等下搁演甜顶的女朋友。吼，一人分饰多角安尼就对啊。就古早时阵，你就爱听伊。嘿，阮较早细汉就是，伊当阵啊。就是听吴乐天啊，啊有诶电台伊会卖药啊嘛，卖药，甲即个共款啊，我就讲，我当初啊，原来是学迄个卖药来讲过来。你讲到迄，咱即摆讲到迄卖药啊，即个物件，我想看《淑女养成记》诶时阵啊，有一幕是我甲迄个小陈嘉玲伫开车，啊，就是迄个导演就有写一篇，就是严艺文导演有写一个讲。要做收音机的一个桥段就对啊。伊就讲就黑白你转，伊就写一堆，写讲，伊讲你看你要转啥就黑白。可能是卖药安尼。啊，你就按倒你步就对啊，你就看你当下要讲啥，你就讲啥安尼啦。我当下想一段，我就甲藏入去。迄真正有影啊！阮细汉时候，阮妈妈听迄个广播电台，但是伊毋是卖药啊，伊咧推销卡美娜。推销卡美娜。卡美娜。啊，日本的哦。较早台湾的物。较早伫台湾吼，就是美国货、日本货，吼即两个舶来品啊，吼佫会咸水的啊，即就是足好的物件就对啊。啊，所以电台伫卖讲迄个，我佫会记你牌子哦，即摆敢若无即个牌子啊，好多美乐达相机。日本美乐达相机，日本美乐达相机。现主时你敲电话，礼拜天佫送你10大赠品哦。我就想讲，较早卖药啊，卖物件真侪。伫广播电台，迄个台语嘛是真好听。听讲就是即摆嘛抑阁有啊，尤其是广播电台。有，但是买有当时啊，就是你敢食？较早阮阿公较未去做神真1-2年啊，身体较无好，伊就是敢若娱乐，就是敢若听广播电台。听阮阿舅讲哦，阮阿公家广播电台买足侪药啊。好啊，所以你讲你为遐细汉时阵听迄个电台广播剧，啊学即款的台语做台语调的表情安尼。所以这敢有法度对，譬如讲对我即款人啊，我为细汉无咧啥讲台语啊，敢有法度学，还是有？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安尼问啊，因为即马有足侪少年家，因是。较袂晓讲台语，因毋是迄款自然就会晓讲，因毋是为细汉拢咧听台语，啊，所以因未来若是想要去演台语戏，啊，要安怎做呢？因无迄个背景啊。所以有当时就变讲爱创造迄个你有迄个台语的环境，互你有法度去接触着。无，我感觉语言就是安尼啊。
我家己有感觉，我英文足歹，吼，我英文自细汉就是足歹。听讲是安尼，毋捌听你讲英文，但是我你讲相信。但是我来讲，我就是这人就真奇怪，尤其讲，比如讲做演员即款，伫即个个性面顶，就会较有一寡模仿，或者是还是讲较敢讲。咱讲无好无要紧啊，我嘛是会使讲啊。所以你有感觉，我有感觉出国，吼，你过海关开始，你敢若迄个电脑的channel 就转去英语迄度，因为你无法度啊，你起来，比如讲你伫边仔有一个帮你翻译，啊无你一定会去拄着，你一定爱想讲啊，我等下要拄着啥物代志，我要安怎讲迄个英语，因为你需要，你就会想办法去讲、去克服、去找，所以爱先有迄个环境。比如讲，有当时我拢讲，你剧本，台语的，比如讲，阮会有当时做语言指导录音，互伊转去练讲安怎袂去加字，互伊去背学识。但是我拢讲，你加减少听一下台语的电台，吼，也是看台语台嘛，公司台语台拢，就是讲你直直听久了后，你较有法度讲，啊，你嘛才较知影迄个意思。甲听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学到一寡形容，形容词啥，所以是听，你要有资料啊，吼，你算讲爱有迄个资料先灌在你的头壳底，吼，啊，互你有一个听爱有习惯，你了你才有法度讲，我感觉有差哦。对啦，因为我较早之前是咧教英语啦，啊，迄阵我拢甲因你 working holiday， 我有看你的介绍，你是本来要来迄个 working holiday， 对，不毋对，甲无拄好怎老来，怎要倒，啊是想小台湾较舒适巧。台湾真舒适啊。迄阵我学生的爸母，我拢因甲因讲，啊无你着莫去送伊去迄个补习班啦，你着直接等甲伊较大汉的时阵送伊去国外，安尼较有迄个环境啦。无毋对，这就是重点。对啊。你出去一定爱买一寡物件啊，像阮朋友去纽约去演出啊，嘛是英文歹啊，啊去讲去麦当劳要点7块餐，迄个鸡块的7块餐，啊伊就 chicken 7，到尾伊毋是互伊迄个麦克7块啊，伊有伊7个大炸鸡安尼啊，因为伊甲讲7 chicken 啊，对啊，这个英文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用。对。啊，你讲伊台语无好，但是我嘛对伊讲，伊要演戏啊。我伊无法度啊，一定爱想办法，甲即个台语讲甲敢若平常时啊，你就咧讲台语的啦。啊，无你演戏就憋空啊，你无成啊。啊，所以伊有需要有需求，伊就会直直练。啊，搁另外一种就是讲，人就是安尼吼，为着要生存，为着你的工课，吼，伫社会中人海浮沉，对无？你也有一辈好功夫，你才有法度生存啊。吼，啊，所以我嘛有拄过朋友，就是讲，伊伫做兵前，还袂出社会，还袂做人开进前，可能台语无真认得，嘛无一定讲真够讲，但是隔壁伊做的工课，出社会了后是，就是爱讲卖车。卖车就一定爱讲。我搁卖高级车。我你想讲头家人逐个拢讲英文吗？还拢讲中文吗？无哦。真侪台湾 local 的企业家，伊其实平常时讲生意等等，伊就是讲台语。所以这就是生活的必要才学。对。对啦，拄则要问，我拢要去问迄个，你讲，因为你嘛捌演过北京语的。有啊。舞台剧敢无？拢有。拢有。啊，这演北京语的甲台语的有精彩伫倒？精彩。常然后嘛有人甲我问安尼，但是吼，我感觉表演的本质无差啦，是讲你讲台词的 tempo 节奏无啥共款，甲你口口出来的所在无共款。每一个语言有每一个语言较使用的要发声的部位无共款。吼，当然拢是单电爱有力啦，等等，但是比如讲台语较有喉咙音我，啊你会然后空才会磨者。我就困难来发啦。不然啊对，大家拢会哇。对。哇嘛。但是音，所以其实是爱我，爱有一个我入声。我拢安尼教阮迄个，因为我的观众朋友足侪嘛是咧学台语啊，有足侪少年家拢安尼哇，所以我第一嘛咧讲是我啦，毋是我。对，
伊有一个每一个语言吼，伊有一个共鸣的所在。所以你有当时是讲，我感觉是即个差别尔啦，就是讲你讲无共款的语言，有诶爱卷舌，有诶免，有诶较用脑后，有诶无。所以主要无，因为有诶人讲，你若头壳内底有加一个语言，就是有可能另外迄个语言有了啊无共诶要安怎讲？人格。我听有你意思，个性就无共啊，无毋对。所以有诶人就是伊讲国语，甲讲台语，讲出来互感觉无共款。嘛有。你感还是你感觉拢共款？我感觉我会使无共款，因为我有试过啊。我演戏诶时候有试啊，我说有影安尼都会甲我平常时讲话诶节奏 tempo 会了无共。你讲别个语言诶时候，你诶共鸣诶所在。震动部位有诶是边仔遮用较济，有倒位，比如讲头壳共鸣用较济。拢即两位吼。拢遮尔嘛，因为真侪安尼收尾音嘛，到遮爱转来嘛。有诶爱我，有诶啊，有诶爱，比如讲拄仔讲诶，目一个你。目一个你。目一个你，安尼，就是就差不多是安尼遮呢。换来换去，圈圈叉叉圈，叉圈圈圈圈，安尼伊个意思。所以你人咧讲话诶，迄个换气哦，你咧喘气哪讲啊？这有关系的，这呼吸这嘛有，甲这个嘛有关系。比如讲中文好啊，国语好啊，你讲国语像。即摆袂当讲国语，你敢知？安那是安怎？这是什么意思？2018年尾有即个叫做国语什么？国家语言发展法出来了后，国语就是定义做台湾Mandarin， 还有台湾话，还有客话，还有迄个原住民的16种语言，拢号做国语，拢号做国语。对，都按照，所以就爱分。即摆爱讲迄个，较早咧讲国语爱讲华语还是中文？中文 OK。你若讲华文，就佫无共啊。华文伊就是。伊所诶，伊迄个音法诶，比如讲，互咱以举例，就是你听相声，你捌听过相声吼？有人压开弦啊，有诶人敲迄个主板嘛，嘛是用笛仔做乐器安尼吼。伊佫有共鸣，伊诶佫有咩毋诶，你看伊诶情调就无共款啊。所以其实主要是甲。对于你来讲，主要毋是演戏本质啊，这就是这共款就是。对啊，只是你用的语言的语言无共安尼尔，你共鸣的所在无共。其他我感觉拢是表演本身啊。讲一个迄个台湾即个台语电影电视的市场啦吼，因为捌听人讲，介侪人讲，台语无啥物市场啦，演戏啊、电影、电视拢无啥物市场，就是上无爱讲北京话嘛，有可能甚至嘛爱去中国演戏，较有即个头路。好，大家讲市场这吼，就是。够趁食啦。对，因为比如讲，伊会感觉讲用华语，伊的市场会较宽。当然，全世界人。你若讲全世界，10几亿个啊！全世界人可能伊学华语、学中文，伊当然看华语、看中文，伊较快活嘛，伊就免听烦恼听无啊。但是我感觉迄是一个配套的啦，就是讲，嘛是咱古早你会记袂？伊当阵毋是，因为伊讲台语，我拢想讲伊古早伊还未来台湾，伊要哪会知？我真系想嘛毋对，阮较早吼细汉时阵有一站香港的电视甲电影足清的。你去迄录影带店嘛，去租录影带，但拢租港剧转来看。你头过年像即摆要过年啊，拢全香港片的贺岁片呢。你也想伊来台湾，伊也毋是讲。广东话嘛，毋是讲香港话啊，伊嘛是配中文。但是是安那，咱嘛咧看。所以我意思讲，我感觉你若要市场，就是比如讲，
行销，比如讲公共电视、公共电视，伊一年有遐侪节目，伊若经过配音整理过，袂互别个国家去搬，嘛是真好诶。因为比如讲公司内底有真侪真趣味诶，吼，不管介绍台湾文化诶、人诶、自然诶，伊诶节目真侪嘛。你看逐年金钟奖因得奖真侪种足好诶节目嘛。市场这代志哦，我感觉，比如你讲以戏剧来讲哦，我感觉是咱台湾是欠编剧诶人才。是啊。因为咱台湾吼就是较欠编剧，因为剧本一个戏剧应该上重要啦。上重要就一本伊的故事看，而且但是即摆就是剧本吼，编剧少，你有法度写好的剧本的人。你讲台湾的编剧少的是包括着华语哦，就是华语、台语拢。台语搁较少。所以这有关联啦吼，就是讲我家己的感觉是安尼，你好的剧本少，你投资者的信心就无遐强嘛。迄较早有诶，比如讲伊投资电影、拍电影等等，伊拢是经剧本好，写到真正有法度感动人诶，伊就敢投资，敢落去拍。我拄仔讲香港就，你人迄当阵啊，阮细汉时阵，大家落去小港剧、小香港电影时阵，你也想哦，因诶人口迄当阵才600几万尔。你若讲伊较有法度，迄个时阵的时代，互伊迄个产业遮尔啊发展，吼，伊600几万的人尔。但是我感觉有一个上基本的，就是第一，咱即20-30年台湾有较好一事啊，但是还佫无较好，就是大家有习惯去看电影无？大家有习惯讲去看舞台剧无？哦，你对20年前来讲，剧场看剧场表演的人，是有哦，有变多哦。是哦。有变多哦。但是你看电影的人，比例哪会变少？是哦。阮说，那我逐摆拢去去看电影，拢足侪人的，拢我的。但是这有一个比较性啊，就是讲我哪会甲你讲，比如讲民国70年、80年迄当阵啊，还是讲1980年代的时阵，做这个比例，你比啊，你讲较早台湾电影佮有台语电影的时阵，大家比如讲凤飞飞年代这凤飞飞当咧红迄当阵，就嘛是真侪电影，迄个民国60几年遐，民国60几年遐嘛是真侪人看电影。我细汉就是倒不是，阮边仔的大人就讲行，我带你来去看电影，看啥？我捌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甲《六指琴魔》。迄当阵电影伊头前嘛真热烈啦，有行烟钱的，行游戏的，啥物就是小食细收啊，卖零食的，卖迄个。行诶啥嘛真侪嘛吼，就是要买入去电影院食，较早电影院是咧食卤味诶，吼，对，毋是讲即摆敢若爆米香、扣啦尔无，就是你行诶钱诶，啥物阿萨布鲁咧种听讲摕去你食诶，无共。迄当初咱看电影搁较济，无共朋友伊暗时啊下班了，伊就可能女朋友载咧，伊就去啊，伊就去看安尼。迄当初看，我讲欣赏即个。有一个欣赏的习惯，会去看戏、看电影这个习惯无去，有诶有培养起来，有诶有消失去。特别大家即马拢看网络顶过来。对，因为到尾也就变人，就是你科技发达，人就无出门啊，嘛伊看网络的嘛，网络面顶的嘛免开钱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嘛是。所以这是有变局少，观众嘛少。对，所以演员人才咧，演员的人才。所以我咧讲，所以即摆你无感觉讲台语的影片、甲市场、甲需求愈来愈侪的时阵，伊就走出来，才会工作机会走出来。你也想哦，演员遮侪人无收，伊有机会，伊就爱去试看卖。迄阵时伊就会想要爱去学好啊。对，是无毋对，所以若问你的建议啦。所以我讲。伊一定，你若有兴趣，有即个机会，你会使去研究；有即个工课来，你会使去争取。但是上重要就是讲，你要甲即个语言学好，你一定要有即个环境，比如讲你听看。你要有动机啦。要有动机，对，即才有法度有迄个动机，讲我要进步，你知道？甲
甲真侪迄个 workshop 办了了伊后壁嘛是要有一个呈现，甲你遐学的物件试看卖啊，会使用喺某一个状况内底无？哦，你讲对无？戏剧营嘛是安尼啊，吼啊，就是你到尾也有一个家己当头壳，甲你学着有关系遮的物件，创作一个啥物物件无？透过安尼练习，你会愈来愈熟手，你的语言的这部分会愈用愈好。无，我会使举几啊例，就是讲，比如讲每一个所在的人的，伊的迄个吼腔口甲音吼，甲迄个语助词。哦，语助词这真好。哦，这就是足无共款的。语助词敢无家己的讲法？基助词。无，不是，好像不是这样翻的。有一寡习惯的用字啦，对表达伊的情绪吼，有几个固定的腔口。所以无共所在有无共。下港甲台北这嘛拢，佮台中嘛拢无啥共。台中的朋友都会晓，而且台中这有一个我感觉。这个晓啥意思？无，伊就是一个表达，伊会使讲语有做语助词啦。台语。这个晓啥物表情啊？拢会使啊，拢会使啊。比如讲，你真生气，要骂你要死啊晓，对啊，食饱晓，食饱晓，伊无真正意义伫迄个发音内底，但是伊会使透过即个发音来表达你当下的欢喜、袂爽，也是怀疑，你拢会使读咧迄个发音、迄个字、迄个表情，你甲做落。迄个字就有真侪意思。你是会晓呀？你要死啊晓？他就是晓。你要死啊你？啊，是不是台南？台南人讲话有啊，遮后你，因拢会你嘛。啊，搁较下港的，就是，就比如讲家庭遐个大佛普拉斯内底迄个大宅的，就是大，食饱哒。食饱哒。伊就是会大，足奇怪。所以每一个所在人的腔口，拢无共款。鹿港的人伊就是家己的海口音，或者就较特别。海口腔你敢没？陈雷就是啊，你要倒？牙刀。牙刀啊，牙刀食饭啊，啊，摕籽，就有一个海口的腔，但是伊那是泉州吗？哦，这我拢袂记啊，有一个应该是泉州。敢若是泉州的人，因为泉州的音较济啦，我会记敢若是安尼。有啥物漳州、漳州、福州，下梅安那。真济，哦对啊，迄个真有研究。有趣味的，大家使搁回转去看谢明佑歌王谢明佑迄个来甲阿勇也讲的迄集，其实伊讲真透哦，伊讲了真详细，会使搁看一个哦。复习一下，对。这我拢甲阮的，我嘛袂当讲学生啦，就是观众讲，即个因为台语的声调是有影上重要的所在，所以你的声调就一定爱抓准，安尼就你无法度，因为像英语，阮就是用即个声调来做表情。对。台语就无可能啊，因为你的声调就一定爱安尼，所以较会遮安尼。标情词来，对，我感觉就是情词，定情词。我一个，比如讲，大家讲台语要安怎讲了好什物？我想讲，要安好多好毋好？因讲练转是，什物好多练转？只是讲，所以我感觉就是你的声音的表情较丰富的。你无形当中，你听起来就会较自然。较像你边仔。可能会出现的人讲的话，较无遐有距离，较亲切。因为你讲的迄较口白的话，我较听有。无你有的人讲字，伊听着袂顺啊，一定袂。一直播。所以要讲了好毋好，其实就是你爱讲较自然就对啦。你要有感情啦，你一定要下一个感情落去讲啦。你一定爱。你要讲我练转自然，就是你的声音表情，你都爱发音完全落去讲。有当时啊，就是大家拢，就是发音无
完全无标准的时阵，就是会听较无。嘿，这我感觉足困难。我若要讲甲有迄款的表情伫内底，我可能佫有一段路啦。但是你也想看觅，以前就安尼啊，伊若讲了佫比阮较认真，阮是要转食啥？啊，都给你帅就好了啊！伊讲台语讲安尼，我是无法度讲美国话讲安尼，我是无法度。你我头是你若去住美国10几冬，你就会晓讲啊。但是我未过海关，我即摆程度甲是迄个 How are you 翻 Thank you 安尼无法度啊，头也是安尼。所以有当时伊这真特别，我头一摆看伊的时阵，就是感觉哦，啊娘话较会讲台语讲啊遮厉害啊！啊伊的用字，佫毋是，伊用一寡字是生活甲听会着的台语。你迄无想去读台语的教材学出来迄款的。你敢听我讲啥？我知，其实这是现代教材，我感觉大部分拢无遐好啦。是吼。爱较早的教材拢有一款口语日常咧讲的话啦。安尼我问你，因为你真有语言的天分吼，暂时我做主持人3分钟啦吼，来我一下访问一下阿勇啊。人咧讲这学一个语言吼，要学了好吼，上紧的一个，是讲紧也好，还是美感也好，的一个办法，吼，就是骂脏话。你敢有对用台语来错干交，还是讲脏话的经验？你有学无？我高中是有捌有一个老师甲阮讲。你若要学外语，上好就是爱为3个词开始啦。OK。吼，啊，一个是你好啦，安尼。你好。嘿。哦。啊，这个是迄落在啉酒的时阵互打啦，安尼。OK。互打啦。啊，第3个就干你娘啊！是不是？一定爱用，因为我不是一定要 cue 他骂脏话，可是他就自己骂了，有没有？我本来是想，因为我突然看到你的脸啊。我大概看伊的面吼，伊台语讲啊，遮练转嘛，其实伊讲的感觉真文雅。敢无？我感觉伊讲台语较，伊气质啊，有一个文雅的气质。敢有啊？有啊，我个人有感觉。啊，所以我突然间就是拄啊，那会跳出来做主持人，就是我突然间想着讲，我若听到阿勇啊，看到阿勇的面，用伊的迄个文雅的调呢。靠背啊！文雅的调啊，莫遐尼客气啊！你号做外国人袂晓讲台语的腔啦。无，毋是腔是另外一个事啦。然后你讲的较文啊，毋知是你的讲英语的习惯，还是安那？嘿，无共。伊讲台语，我听起来就也煞死安尼啦。其实你的答案就是，其实是爱啦，爱。即个骂人的话较有，这是上头前有感情的这就是后来对无毋对？因为你一般我袂做，我袂迄个无感情啊。对。啊，你开始甲人骂啊就。OK， 所以你爱有啦。骂了，你是毋是讲话就会出力？嘿，对。啊，你会出力嘛？对。啊，你会加你的情绪的表情落嘛？对。嘛好，啊，所以你就腔口，就接近迄个腔口。腔口内底就是有感情、家字、情绪，所以就照即个骂3字经垃圾话即个过程当中去学一寡表情，吼，甲好，啊无上尾一节，你就甲阮教一寡骂人的、较有感情的，可能卖遐尼啊歹听啦。袂啦，对，咱通常是安尼。台语有一寡，比如讲，就迄个你啊，毋是台语尔啦，其实真侪语言内底骂人的时候拢做有声音表情的。所以我拄仔毋才甲你问讲，你有骂过垃圾话无？啊，是讲较激动的时阵，你会讲啥呢？对，就是伊都拄仔叫我 Q 出来。无，咱会使甲观众朋友讲，会使练一寡情绪的物件。好啦，就是替代脏话啦，莫爱伫叫啦。顶摆拄好，顶摆迄个英台 Express 有讲到夭寿，啊，就换做夭寿。夭寿，有啊，无共款所在人讲夭寿哦，夭寿哦。我来讲嘛。夭寿哦。有，安尼有 complain 着，对。好，过来。
我跟你讲，下港的朋友吼，真爱讲叫做真暗啦。真暗的。真暗呢，啊，这都明明都滚水啊，什么水倒水，我有兄过啦。真暗的。真暗呢，真暗的。你有准哦，你厉害。安尼吼。嘿啊，你发音真准哦。真暗啦，安尼啦。真暗。真暗就是说你有一点迄个意思，讲你读歹去哦。啊是安那想的啦，伤含啊啦，拢会使用真暗，一语带过嘿。你读较歹去吼。你真暗呢？啊，你真暗呢？读较歹去啊。你读较歹哦。伤含啊。阿丹啊，控骨你哦。阿丹啊，控骨你啊。这是日文。甲做变台语的，其实台语嘛真侪日文都是安尼个。嘿，对啦，幼稚园已经变做台语啦。因为对啊，就是嘿啊嘿啊。啊，都嘛控过你啦。较早嘛毋是日语，比如讲 radio。嘿。radio，啊，阮咱嘛 radio 啊。radio。意思讲大家拢透来透去，你知影？嘿啊，世界就是安尼尔。好，安尼就煞吼。安尼哦，安尼刚刚的休息的时间就过去啊。好，非常感谢。阿德还是德啊？编舞，编舞，吼，非常感谢编舞。啊，佮有爱会记咧观众朋友，爱会记咧去支持编舞新的舞台剧。绿光剧团的结婚办桌，吼，4月9号伫台北的城市舞台，有2个礼拜，啊，过来佮有国家剧院，啊，煞来阮有去台中甲高雄来巡回，啊，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会使上绿光的个。官方网站来看卖阮即个演出的资讯。好，我伫高雄甲你见面，因为我去高雄迄场。是哦，高雄见哦。大家观众朋友，感谢非常感谢收看。用台语爱会记咧伫下海边，甲阮老话吼，爱甲饲赞吼，爱甲饲迄个两啊，吼，才会收到通知。是，感谢努力，新年快乐，新年恭喜，发财哦。啊，无来。